大家好，我係 Jackie Sir。上次同大家分享咗一個我會用嘅 M1 program，其實我仲有另一個 program 呢，諗咗好耐都唔知同唔同大家分享好，驚講出嚟會俾大家笑。佢係用嚟處理呢一條 exponential series 嘅。唔係啩？咁都要用 program？不過最近改完卷，又發覺真係好多人會計錯數喎，應該攞到分嘅地方呢拎唔到。所以如果你部計數機仲有位嘅話呢，不妨試一試呢個 program 幫唔幫到手啦。咁我哋一齊入 program 啦。打開計數機，撳 Mode 6 1。咁我打算將呢個 program 放喺2號啦，咁所以我就撳2嘅。然之後揀1 Shift 9 1 ESC， 然之後 program 1 program 2，跟住 Alpha A ESC， 然之後 program 向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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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揾 while 1，然之後1 ESC Alpha A 次方 Alpha M 刪括弧分數 Alpha M Shift X 負一次，即係 factorial， 然之後 program 4 1，跟住 M 加 ESC program 向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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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住 while n 2，咁你就會得到21個曲噶啦。咁然之後撳 on 出翻去，咁我哋就入完個 program 啦。使用方法好簡單，我只要將 E 上面嘅次方個數字嗰部分咧打入去，咁即係 A 啦。咁然之後撳 ESC，A 咧可以係正數、負數、分數、點數等等。咁佢就會順序咁樣派出啲 constant term 啦，同埋每一個 terms 嘅 coefficient。我哋睇一睇例子。今次我哋要將咧 e to the power 2x 咧 expand 到 x 嘅4次方。咁第一步啦，咁我哋背式去拎咗個步驟分先。如果你唔記得咗個樣咧，你其實可以睇翻個 program 嚟出貓噶。我哋首先要撳 program 2，咁我就將 a 咧入做2啦，咁然之後撳 ESC， 咁你就會見到咧呢度寫住 a to the power m over m factorial。咁所以咧條式其實就係咁嘅樣噶啦，咁就係一個括弧啦，跟住 m 次方 over m factorial。咁 m 咧係由0開始數起嘅，咁所以我哋第一個 terms 係1啦，咁第二個 terms 咧就係括弧嘅1次 over 1 factorial， 再加括弧嘅2次 over 2 factorial， 如此類推。第二步我就將 e 上面嘅次方咧成個抄入去個括弧裏邊，通常你寫到咁咧就會攞到嗰個步驟分噶啦。好，第三步撳機 program 2，咁入翻2啦 ESC， 咁佢就會出翻1 2 2 4 over 3 2 over 3，咁佢哋就係 constant term 同埋每一個 terms 嘅 coefficient。我哋小心咁樣抄翻 x、x2 次、x3 次同埋 x4 次落去咧，咁就搞掂啦。好，第二個例子，咁我哋就要將咧 e to the power x2 次 expand 到 x6 次方嘅。咁第一步背式啦，第二步我哋就將 exponential 嘅次方成個抄入去括弧裏邊，即係將個 5x2 次抄入去啦。咁然之後撳機 program 2，跟住入5 ESC， 咁佢就會出翻1 5 25 over 2 125 over 6 625 over 24。然之後我哋小心咁樣抄翻啲 x 落去。咁今次要留意咧，佢係5嘅 x2 次，所以啲次方咧就會2、4、6、8、10咁樣去上嘅。由於咧題目只係需要我哋 expand 到 x6 次就夠啦，咁所以我就可以查咗咧多咗呢個 x8 次個 terms。今次難少少啦，咁DSE 有機會出嘅題型啦，咁會撈埋 binomial theorem 去做嘅，咁即係話要夾埋以前呢一個 program 去用。題目要揾括弧2加 x 嘅5次方，除翻 e 嘅 4x 次方入邊 x 同埋 x2 次嘅 coefficient。咁好多同學咧一開波就會直接喺分子同分母咧分別咁樣去背式去 expand 啦，咁之後就會企咗喺度啦，做唔到落去，因為對住一個無限長嘅多項式，我唔識做除數嘅，咁所以切記千萬唔好喺個分母裏邊咧做 expansion， 唔好爆分母，唔好爆母親，做個孝順仔孝順女。所以我就要先將1 over e 嘅 4x 次方變做 e 嘅負 4x 次方，咁
咁樣我就只需要處理乘數就可以啦。咁我就分開兩部分去做啦。咁我首先爆開括弧2加 x 嘅5次。咁第一步背式，第二步我就將2同 x 咧分別抄翻落啲括號度，拎個步驟分。咁題目咧只需要去到 x 2次嘅啫，咁所以我爆到去 x 2次就夠啦。咁第三步撳機 program 1，然之後2 ESC 1 ESC 5 ESC， 咁佢就會出翻32 80 80，所以咧就會變咗32加 80x 再加 80x 2次加點點點。然之後到 e 嘅負4x 次方，佢係負數唔緊要嘅，因為我哋都可以照爆開佢嘅。咁第一步背式，第二步將個負4x 抄入個括號裏邊，第三步撳機 program 2入負4 ESC 翻1負4 8，所以就會變咗咧1減4x 再加8x 2次加點點點。跟住咧就要計翻 x 嘅 coefficient。首先，我哋捉住第一條 polynomial 嘅 constant term 32，咁我就要乘咧第二條 polynomial 嘅 x term 負4x 咧，先會出翻 x 嘅，所以就係32乘負4。然後我就捉住第一條 polynomial 嘅 x term 80x，咁我就乘翻咧第二條 polynomial 嘅 constant term 1，咁我就會出到 x 啦，所以就加翻80乘1，再落去 x 嘅次方咧就會大過1次，咁所以可以停手啦。咁所以答案咧就係負48。最後就計翻 x 2次嘅 coefficient。首先捉住第一條 polynomial 嘅 constant term 32，咁就要乘翻咧第二條嘅 polynomial 嘅 x 2次 terms， 即係加 8x 2次，咁先會出翻 x 2次嘅。咁所以就會係32乘8。然之後我哋捉住第一條 polynomial 嘅 x term 80x， 咁我就要乘翻第二條嘅 polynomial 嘅 x term 啦，負4x， 咁就會出到 x 2次啦，所以要加翻80乘負4。最後捉住第一條 polynomial x 2次個 terms 80x 2次，咁我就要乘翻第二條嘅 polynomial 嘅 constant term 1，咁我就會出到 x 2次，咁所以就係加翻80乘1，所以答案就係16。係咪好輕鬆呢？希望大家有呢兩條 program 之後呢，見到 binomial 嘅題目可以順順利利咁樣拎晒所有分啦。如果你中意以上嘅內容，希望我繼續做落去，訂閱、俾 like 同埋留言會係最容易幫助到我呢個頻道嘅方法。我係 Jackie Sir，下次再見。